高凯，罗斯福，你好，我是……你就是高凯吗？没有，他不可能听过你。难得他跟你主动说话，就顺着他说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我只是听过你的名字。谁跟你说的？你的一个朋友。我跟你有共同的朋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叫我不要告诉你。不过你早晚都会知道他是谁。既然你知道我是谁了，他是天心，跟我们聊一聊吧。你想聊什么？我想聊聊你对邪恶的看法。我知道你对邪恶应该是非常有研究的吧？本来是的，可是我刚刚在一场辩论之中失败了。失败了？怎么说？高凯，那你是怎么看邪恶这回事呢？在你的档案之中，我记得你说过，邪恶就是光明，正义则相反。那么在你心中，什么才是邪恶的极致呢？邪恶的极致？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天生就是邪恶的代表？你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？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，不过刚刚我被别人说服了。我曾经认为，邪恶都是有原因而存在的。有些人是因为贪念，有些人就为了欲望，有些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可是这些，在邪恶的极致面前，通通都显得太肤浅了。所谓邪恶的极致，应该是那些毫无目的的、单纯为邪恶而邪恶的行为。你明不明白？我不明白。比方说，我们去打劫杀人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劫，而杀人只不过是要达到目的的一个过程。我们不是为了杀人而顺便打劫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是世上，却总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目的的去残害其他的生命，那些无故去践踏花草树木的，残害流浪小动物的，破坏公物的，我认为这才是邪恶的最极致。你说的那些，都是那个共同的朋友告诉你的吗？他还跟我说，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离开这里的人。我可以帮你离开这里，怎么帮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朋友说，你有办法猜到这些意思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一定要记住这3组数字。数字？有点长，你要好好记住了。摄影机会录下来的，放心好了。请说。第一组0801419026，第二组978986184731，还有第三组97872080616444。你知道这些数字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的朋友告诉我，你会把它们的意义找出来。等你找到了之后，再来找我吧。慢着，为什么还要装啊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装出一副邪恶的样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在高凯找到那个答案之前，我不会再说话。开门吧。
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是天使。我从这个说着邪恶的人身上看到了天使。有人看得出来这些数字的含义吗？表姐啊，你觉不觉得这个 Lucifer 跟我们过去见过的有所不同啊？你是说他口中所说和高凯都认识的朋友？对，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？也许他只是说说而已吧。难道这些数字也是随便说的吗？在我们没找到数字的意义之前，任何揣测都是多余的。表姐说的对，七七，你也别担心了。而且你刚才不是说，在 Lucifer 的身上看到天使了吗？其实我没有将看到的全部说出来，这才是我看到的。这个图是否可以解释为圣经中的堕落天使呢？这跟我认识的有点不同。这样吧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我们早点休息。那我回去就试一下关于这些数字的线索。我也再尝试一下，大家分工合作。嗯。高凯，找我有事啊？还用说吗？你答应过请我吃饭的，是不是不算数了？啊，我还记得，不过最近有些忙，改天再跟你说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改天再说吧。我来找你是为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是天心的住院记录，你是他的代理人，在这里签个名字吧。签这里就好。嗯。RSBN， 这你名字缩写吗？不是啊，哎，这个之前没有啊，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支笔我之前弄丢了，今天却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，还多了几个字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也搞糊涂了。莫非这不是我的笔？但是没有理由出现在我的房间啊！不见又出现，这也不是我的名字啊！到底是谁的笔啊？又没有。这些数字究竟在说什么？RSBN， 好像哪里听过。RSBN， 国际书号。
国际书号。Yes。书号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际标准书号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，他们出版社为了容易去分辨旗下的书号，每一本书都会有个号码，在世界通用，这就是国际标准书号了。那么，你用这3组数字套进了书号，就有结果了吗？没错。你接着说。路西法昨天给我的那3组数字，如果用国际标准书号去解释的话，是3本世界名著：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还有胡塞尼的《追风筝的人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3本书我只看过《悲惨世界》，内容也记不太清楚了。那么这3部作品加起来的话，究竟有什么意思？这3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：赎罪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明白了。